健康吃，在家轻松做创意年菜。主厨示范年菜，教您吃的美味要营养健康。第一道料理是吉祥海鲜鲔鱼奶酱。大家好我们这里是天下饭店圆顶西餐厅。那今天很荣幸为大家来示范2道年菜。那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大鱼大肉，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2道年菜是比较清淡的口味。那我们先来示范第一道第一道是吉祥海鲜鲔鱼奶酱。那我们今天选用的有炒虾、花枝跟干贝。干贝我们是选用日本就北海道的干贝，可以生食的干贝那黑暗咱的市场的话，传统市场我们就挑选就新鲜的那花枝的话花枝的话我们就挑选比较色泽比较鲜白的不要太暗沉的。那第一个我们就把它先撒一些盐巴，然后我们就开始煎，然后加一些橄榄油。那这个是百里香百里香，然后蒜头，蒜头整颗的没关系咱规粒的放落，咱主要是要小可爆香一下。我们先爆香一下，把这个百里香跟这个蒜头就让它的香味跑出来。就大概有一些颜色，然后有一些香味已经跑出来了百里香的香味已经跑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下海鲜了干贝因为我们是选用可以生食的，那所以我们干贝尽量就不用煎得太熟。那因为我们海鲜类的东西就比较容易快熟，所以我们就尽量用大火，火力大一点，然后让它较紧熟的，让它较袂遐老。它在煎的时候就我们尽量不要去翻动它，就一次一道按那个煎到恰让它上颜色之后再翻面，不要一直翻面，它这样容易会出水，然后颜色也会比较不好看。因为它都是比较快熟的东西，然后因为干贝的话，鲜虾跟中卷，大概干贝它是生食的，所以它是比较厚，所以虾子跟中卷都是很快熟，所以顺序的话都可以啦会当讲拢会使，因为这拢足紧熟的物件啦。大概持续煎个差不多3-5分钟，然后就可以翻面的今天我们示范的是一道是算比较清爽的温沙拉，那所以我们海鲜就大概煎个差不多，也不用太老了那干贝的话，大概在差不多6分熟就可以了它在煎的时候我们现在做这个鲔鱼奶酱，提鱼我们把它压碎然后这个罐装的鲔鱼酱，红酒醋。酸豆跟提鱼是要增加它的香气的来，咱把这个美乃滋，然后把它搅一搅就好了。咱这个酱汁，咱这个甲蛋是要温咱这个海鲜呢，我们要沾海鲜用的。好，我们就把它装起来。咱这边海鲜差不多拢会使
让它稍微，因为我们做温沙拉，所以让它稍微冷却一下。那个这瓜柠檬类哈，咱给它用的柠檬是黄柠檬，啊，它的酸度哈比较不会像青柠檬这样那么酸，啊，可是它的香气是够的。啊，沙拉部分很简单，今天我们准备的是罗曼，好，然后我们把它切成小段，然后放在锅子里面，等一下我们来拌。OK， 然后番茄切对半好了。今天的小番茄，进来，好，然后加一些胡椒。OK， 然后盐巴，然后柠檬汁，然后橄榄油，好 ，OK， 然后我们把它拌一拌。然后完了之后，这就可以组合了哈。好，来，咱的海鲜啊，这就随意放了哈。它这个酱汁，因为我们有放酸豆，然后有尾鱼，就是有一种海鲜的味道。然后就酸酸，然后因为我们用美乃滋是稍微偏甜的，也不会很甜啦，就是稍微偏甜啊的酸酸甜甜的。然后它尾鱼的香度跟体育的香度是够的，好，那这样，然后我们稍微装饰一下，就撒一些cheese在上面。OK， 这样就完成了。鲜甜的海鲜搭配大量蔬菜所制成的生菜沙拉，吃起来特别爽口，也因为热量较低，不会造成身体过多的负担。再搭配酸酸甜甜的鲔鱼酱，更增添美味口感哦。第二道料理是花开富贵生菜心。那因为我们今天生菜就是娃娃菜的话，我们今天是做法是比较西式，我们用煎的。啊，不像平常大家在家里是用炒的，所以我们今天是用煎的，那做法比较西式啊。我们现在开始，一样哈，我们先把锅热锅，然后我们把百里香蒜头先爆香。然后爆香哈，我们这个百里香可以在爆的时候，香味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先拿掉啊，拿掉。等一下我们可以用做装饰用也可以啊。然后再来，我们先把这个培根先煎，因为我们先把培根哈先煎香，然后煎香你那锅底哈会有留一些培根的香味，然后等一下用这个锅子来煎我们的蔬菜，煎我们的娃娃菜，这样它的蔬菜都会比较香，那颜色也会比较漂亮啊。好，稍微爆香之后哈，我们就可以把培根先挪到一边，然后就可以开始煎我们的生菜了。因为这个生菜哈，我们洗过之后它会含很多的水，那很多的水之后，我们在煎的时候会很容易就出水啊，所以我们洗完的时候，我会把它晾干，然后我在晾干的时候铺一块吸水或是纱布，然后让它吸水，然后尽量晾干。晾干的时候，我们在煎的时候，它比较不容易出水啊。
它出水的话，它颜色煎起来就比较不会那么漂亮了。啊，在煎的时候哈，我们就把这个坚果哈，我们稍微剁碎一下，等一下要增加它的蔬菜、生菜的口感啊。稍微剁一下，也不用说剁到很碎了哈。要增加伊的口感，加伊的香味。啊，像这样，因为我们有事先煎培根，所以它的锅底会有沾一些培根的它那个黏液，所以它煎起来它颜色会比较漂亮。那其实生菜的话，它是也蛮容易熟的啦，大概这道菜在煎的部分大概差不多3-5分的差不多这个，因为生菜其实生吃也可以啦。你煎得太熟，反而容易吃起来软软的，口感反而容易比较不好啊。然后培根的话啊，我们现在先撒一些盐巴啊，调味一下啊，盐巴，然后胡椒啊 ，OK。然后培根的话，你觉得如果像这样应该差不多熟了，我们可以先把它夹出来。然后摆在盘子的中间。那如果在家里的话，也可以说加一些水，然后用锅盖把它稍微焖一下，这样它的熟度，它的会又会个较紧啦，会个较紧熟大概安尼就会使啊。因为咱这咱不爱甲煎了伤熟，伤熟的话伊就无迄个脆度伊啊。咱就会使开始转盘。你看煎起来安尼恰恰好的，然后我们刚才切的核桃，把它撒在边边增加它的香味跟它的口感。然后这个是帕塞里帕塞里加一些帕塞里增加它的美观。然后最后我们再撒一些橄榄油。好，好，这样就可以了，谢谢。简单又好吃的花开富贵生菜心，因为使用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群的娃娃菜，其水分含量高及富含硒纤维，更可以促进肠胃消化及吸收。在吃腻了大鱼大肉的年菜之后，不妨来到健康蔬菜调理一下肠胃哦。过年健康吃，健康饮食法，由奇美医院营养师告诉您，过年该怎么吃才可以达到营养均衡。过年年菜危机，危险族群该怎么应对？那通常我们会把就是说危险性比较高的族群主要分成3大类。那一个就是说我们有肠胃疾病的族群的话，就比如说像我们的过年的食物，像传统的那种油饭，或者是说腊肉、蹄膀这些油脂比较高的，其实吃下去会比较容易腹胀。那再加上传统的年菜，因为它本身蔬菜含量就比较少，纤维也比较少，所以可能就是也会造成便秘的问题。所以说像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一定会提醒说有肠胃相关疾病的族群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少量浅尝，或者是说可以跟您的亲人跟朋友分享使用。就说一份的这个油饭或年糕这些东西就不要全部自己吃，因为可能吃完之后会有肠胃不适的问题。那再来第2个族群，我们会说就是现在这个罹患慢性病族群比较大的，就是糖尿病的
这个病友通常我们会建议说，在过年之前啊，通常应该也是会有安排回门诊追踪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时候一定会建议说，要跟营养师去讨论份数跟这个控制的部分。那这样子说，我们在过年吃东西的时候才会大概去抓那个分量，才不会造成说因为过年之后可能血糖的控制就变不好的情形。那最后要讲的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高血脂、高血压的族群，因为其实我们过年的传统年菜它都比较咸、比较油，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一样也是会建议分享使用，而且会建议吃少的，就是吃那种加工制品的部分要比较少啦，比如说像腊肉、香肠这个部分，尽量减少使用。那如果说像调味的部分，通常传统的年菜也比较咸。那我们这个部分就会建议说，我们可以用天然的辛香料去做调味，比如说像葱跟蒜这个部分去做调整，这样比较可以去减少食物的盐量，还有加工制品的摄取。过年不发胖的健康饮食方法，像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给就是我们的民众5个要点，就是执行的5个要点。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讲的，一定要均衡饮食。因为其实在以前的传统，因为可能资源比较不充足，所以在过年的时候其实会大鱼大肉。但是其实相较于现在的社会趋势，我们平常其实这些蛋白质、这些肉类的东西是吃的是足够的。所以我们在这边一定会强调说，如果说在过年的部分，我们一定要去注重饮食均衡。我们的6大类是不是都有摄取到？尤其是蔬菜跟水果特别容易被忽略的部分，一定要加强这个部分的摄取。再来第2个就是指的是高纤低油。那高纤的部分就是像刚刚讲的，我们有讲到说，那这个蔬菜的部分要去做摄取。那这边可以再讲，其实传统的油饭的部分，除了我们传统的糯米之外，我们其实可以用全谷杂粮米下去做调整，这样你可以增加纤维质跟维生素的摄取。那在低油的部分呢，因为其实我们过年常吃蹄膀、腊肉、香肠这些东西，那我们一定会建议说，以鸡肉跟鱼肉这个部分下去做调整，不是说这些东西都不能吃，是说要去增加鸡肉跟鱼肉的比例，这样子去做调整。那再来第3个就是天然调味的部分，因为其实就像刚刚讲的，我们传统年菜比较重口味，比较咸，比较油。那其实口味的部分，我们会建议说天然的这个辛香料，包括我们的葱、蒜，这些东西，八角，这些都是可以去提味的，还有柠檬。所以其实增加这些天然食材的部分，它可以去增加我们食物的风味，也可以去维护我们的健康。那再来就是我们蒸煮替代油炸，像一般传统年菜可能会有那种红烧糖醋鱼，我们会建议以清蒸的鱼、清蒸鲈鱼，去代替我们的这个煎炸的部分。那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重点，一定要分享使用，因为其实通常年菜来都是一大盘，那可能每个人就是一份，但是刚刚有讲到，其实危险族群的部分比较不适合一个人吃到全量，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就是跟我们的亲朋好友去分享使用。那其实这也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去把我们的热量做分散，不要说全部的热量都自己吃掉，那造成过年之后你的体重就飙涨，是这样子。采购前学会看营养标示。那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国家这个法规定的营养标示，基本上常见的有2种。那一个就是说它是以这个每一份量，通常都会标每一个份量，然后再来就是说它会含本包装含几份。那标示的方法有2种，一个是每100公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那再来就是每日参考值百分比。那因为其实在这个法规定的部分，它有去定一个参考值的部分，所以其实大家在营养标示上面都可以看到，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最常见的2种营养标示的方法。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说，我们在判读营养标示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我们第一个先讲，其实大家拿到商品的时候，一定会发现，它怎么热热的呢？写一大堆东西。那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个最主要的判读重点。成分越多的东西，他们都会摆在前面，所以我们就往
由前往后看，通常成分最多的就是最前面的东西。好，所以假设您今天拿到的商品，比如说它标示砂糖的部分它摆最前面，那就表示这个产品基本上它的砂糖含量是蛮多的。好，所以像讲到这个的话，我们可能要控制血糖的这个朋友就要去注意。好，那再来讲第二个重点哈，通常我们的饮品的营养标示，或者是说一些零食类的营养标示哈，它一定会去写这个营养素的部分。那这里要跟大家讲哈，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可以去稍微去注意一下第一个脂肪的部分。脂肪哈，通常它讲的是脂肪的总和，就是所谓的饱和脂肪加反式脂肪，或者是饱和脂肪加不饱和脂肪的总和。好，所以这个是第一点。那再来第二点，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的营养标示的部分有没有出现这个米字部的糖。如果说我们有出现这个米字部的糖的话，其实它表示的是一个精致的碳水化合物。那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血糖的影响其实是最直接的。好，所以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其实摄取过多的糖，或者是说摄取过多的脂肪，都会增加我们这个肥胖跟提高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这是一个重点。好，那接下来讲后面这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要怎么去算我们实际的摄取量有多少？通常营养标示它在讲的时候，它一定会像就是我们刚刚上面讲的每一个分量有多少克，但是您千万要注意通常我们吃到的都不是只有一份量。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它就会讲说它的包装含有4份，所以你吃下去的摄取量应该是要去乘以4的哦。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讲在看这个营养标示的步骤，第一个我们是要先去看清楚标示的说明，它的份数跟它的总克数的差异。我们吃到的不一定是一份量或者是100克。有时候像饮品的部分，一包可能就500-600克了，所以要去做这样子的换算。所以我们现在就来举例比如说它这里它有讲说我们每一份的钠是248毫克，那今天它这里有讲说我们的包装还有4份，所以我们实际摄取的钠含量应该就是要248去乘以4，所以是992毫克。好，所以说其实我们这样吃下去的话，假设这个东西我们吃下去的话，我们吃到的盐分其实就还蛮高的。好，所以说这是教大家一个比较快速去判读的方法。所以像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肠胃疾病的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危险族群的朋友我们就是务必要记得去看营养标示。那尤其是脂肪跟糖的部分，这些会对您的身体造成影响的我们就是要去做判读跟换算，这样子会比较恰当，才不会说过完年之后可能我再回来做检查，结果我的数值就全部都退步，或是血糖就没有控制好，或者是体重增加这样子。大鱼大肉后的肠胃不适该怎么办呢？中医师告诉您舒缓肠胃不适的妙招——穴道按摩法。过年期间暴饮暴食，我们最常见就是会有那种肚子很胀的然后我觉得不消化的那种感觉。那像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像我们中医其实都会用一些腹部的穴道，或者是说足部的一个穴道来做一个调理。那例如说在腹部的部分，我们就是可以去看到说有一个中脘穴。那这中脘穴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大横穴，还有就是腹结穴，然后以及我们所说的一个气海，还有关元穴。那中脘穴的话呢，就是在于我们的胸骨，然后还有在我们肚脐中间的连线的中间连线的一个部分。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大横穴呢，我们的大横穴就是直接从我们的肚子的肚脐这边，然后旁开，然后跟我们的乳头就是做一个交点，这是我们的大横穴。那再来的话，就是再来就是说到我们的一个气海穴。那我们的一个气海穴的话呢，它就是在于我们的肚脐以下，我们所说的1.5寸。那这个1.5寸怎么找呢？那我们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可以用我们的手指头。用我们的手指头，2根手指头的部分，2根手指头就大概是我们的一个1.5寸部分，要自己的哦。就是往我们的肚脐，然后往下这样子1.5寸，这个是我们的气海穴。那接下来呢，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腹结穴。那所以就是说，从我们的气海旁开，然后跟我们的乳头往下拉，这样子一个连线
直线这样子的一个交点，这样子就是我们的一个腹结穴。然后再来就是关元穴，那关元穴呢，就是从我们的肚脐往下3寸。那这个3寸怎么找？那这个3寸也是，那就是最快的一个找法的话，就是说用我们的4根手指头，从我们的肚脐往下找，这样子是我们找这样子是3寸，那就是我们的一个关元穴的一个部分。像我们的腹部的话，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按摩操。那这个简单的按摩操的话，也是跟刚刚我们介绍腹部的穴位有关。那我们就是可以，就是说，把手搓热了之后呢，然后把手掌心，然后放在我们的右腹部，然后从我们的右腹开始，然后轻轻的往上。往左，然后就会带到我们的所说的胃管部，然后再来就是说再来往左往下这样子推，这样子一圈，那我们就可以就是这样子做。那这样子做的一个方式的话，其实同时也是可以促进我们胃肠的一个蠕动，然后让我们就是说像在暴饮暴食之后这种不能消化，然后觉得肚子胀呢，会有一个改善的一个效果。中医养生茶饮推荐。那为了减少过年期间暴饮暴食造成的一些腹胀或不适的状况，那像刚刚我们就是介绍的一些穴位按摩，还有就是说一个按摩操之外呢，那还有就是说像中药这边会有一些像说山楂五枚饮，或者是说一个由山楂、决明子或者是说荷叶所就是组成的一个清秀茶，那其实都可以去帮助我们去减少这一方面的一个不舒服。所以过年期间如果担心因为饮食问题所造成的肠胃不适，可事先准备好中医师所推荐的养生茶饮来代替饮品。可舒缓肠胃不适的穴道按摩法，也建议您饭后30分钟后按摩约3到5分钟，就可以达到舒缓的效果哦。在今天的过年特别节目当中，主厨示范创意西式年菜，让大家在大鱼大肉的同时，也别忘了要多摄取蔬菜，来达到营养均衡。营养师提醒大家要看懂营养标示来采购年货。还有中医师的穴道按摩法，透过3个健康的小单元，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过个好新年。